刷落來，俺們來看對話理解。對話理解也強用，俺們是得先理解大概先後嘅意思，過來注意聽清楚題目。拖了對話嘅線索地背，選出清正確嘅答案。以這題來說，先後一，那不稅錢係乜嘅意思呢？就是交房租。先後二，送錢會幾時係乜嘅意思呢？送錢給他用。先後三，沒被人騙去，意思就是沒有被人家騙。先後四，窮下出錢，意思就是一起出錢。世界先後嘅意思，俺們做下都了解咧。刷落來，俺們來聽一段對話。還是唔到眼苦咧，還險險本老人家騙去。好的，勇講本愛分享。那麼啊，我連木水都會攬去哦。請問，細妹同細奶聽手做乜嘅？剛才在對話當中，女生是說：“你就已經這麼苦了，還差一點被騙子騙了。”男生回答說：“幸好有你告訴我，讓我清醒，要不然的話，我連房租都繳不出來哦。”請問女生幫男生做了什麼事情？俺們都談題目嘅細節，所以特別注意聽地圖嘅關鍵詞彙，尤其係俺們看一個特殊用詞。比如講，還是就是已經的意思。還是你都暗苦嘞，你就已經這麼苦了，還險險不老人家騙去。險險就是差一點的意思，老人家就是騙子，還險險不老人家騙去，就是還差一點被騙子騙了。好的，就講不愛分享，幸好有你告訴我，讓我清醒。那麼啊，我連木水都不攬去哦。要不然我連房租都會繳不出來哦。請問女生幫男生做了什麼？我們可以從這4個選項中挑出最適當的答案。我們想一想，女生有幫男生拿補稅錢嗎？沒有。女生有送錢給男生用嗎？也沒有。女生有幫男生一起出錢嗎？也沒有。女生只是讓男生清醒，讓他沒被人騙去。所以這題的答案是選3，沒被人騙去。所以俺們都聽對話理解知識，所以聽出第8個關鍵詞，聽出人們喺度討論乜嘅事情，做乜嘅會按嚟呢？還有人們係用上來解決呢個問題。